大家好，歡迎收睇港股、美股嘅下周展望。今日係6月5號星期五。我哋依家股市震盪分化，下周點睇啊？我哋會揭秘最強板塊和最強牛股嘅一個特徵。如果係第一次睇片呢，可以先去訂閱我哋 YouTube 呢個 channel 啊，按埋呢個鈴鐘全部訂閱。我哋每周嘅周五晚呢有影片嘅更新。好啦，我哋先嚟回顧一下喺我哋最近整個恒指一個走勢啊。最近恒指呢，從前面呢個高位啊回落之後，喺5月嘅28號見底啊，有一個超跌反彈，但呢彈咗3天之後，喺6月2號啊，然之後再次回落。所以整體上啊，今周特別係最近呢2周嘅走勢呢係波動比較大嘅。所以喺呢種行情之下，我哋應該如何應對呢？我哋先嚟回顧一下我哋喺近期嘅期指廣播一個提示。喺5月嘅26號我哋喺我哋嘅期指嘅廣播裏面提示到，當時咧係開市9點45分啊。我哋講到恒指日線喺5月26號出現咗9轉嘅變盤信號。後市如果能夠收陽突破當天嘅高位有機會反彈，如果跌穿當天嘅低位呢，就要調整。調整嘅目標呢，亦俾咗啦。短線嘅支持位呢係25200 25000點和24800。我哋睇下當時俾到嘅呢個支持位有冇用啊？我哋睇下實際上嘅走勢恒指就係從呢個高位快速回落之後，啱好就係跌到5月嘅28號，亦就係呢支大陰燭當天係收咗非常長嘅下影線嘅實際上咧喺5月28號呢支陰燭佢嘅最低價係24727，收市價呢就係25006啱好呢就係喺我哋俾到嘅呢兩個位置24800喺邊個位置呢？24800就係當天呢支下影線嘅呢個位置就24800所以我哋基本上係可以喺24800呢個位置就可以呢個喺度提前入一注，係咪？當天收市價係25006啱好就企喺第2個支持，係咪？25000點收市，所以當天呢，你完全可以喺呢個位置去建一注倉嘅然之後第二日就止跌收陽啦，所以喺呢個位加注呢4天嘅一個反彈，整個佢嘅恒指嘅波幅係達到咗1200點嘅1200點，所以1200點嘅波幅，如果你做呢個期指嘅話呢，收益係唔錯啦，係咪呢個係5月26號嘅一個提示。喺6月嘅2號又係開市嘅9點39分我哋講到當天呢，我哋講到恒指嘅日線資金雖然講佢喺6月呢個2號呢個位置係爆咗支大陽燭差唔多升咗幾百點，係咪？但係咧我哋提示啦，佢日線資金當時仲係未有流入嘅我哋講到要資金流入有效突破我哋呢個黃色嘅下降趨勢線包括呢個趨勢帶先能夠繼續上升我亦俾咗佢嘅阻力，亦即係佢嘅目標位啦，一係25700、25900和26000點我哋睇下實際上當天整嘅恒指嘅股價走勢喺呢個大陽燭，亦即係6月嘅2號呢支大陽燭，佢嘅最高價係幾多呢？最高價係26045點26045點，亦即係啱啱就掂到咗我哋俾個第三個阻力位第三阻力位，然之後股價就開始預咗回落連續3天都係大陰燭急跌翻嚟，基本上就把從5月28號呢個低位升上去嘅呢波反彈完全回吐翻啦所以如果你當時知道咗呢個目標嘅話呢，你基本上係可以喺26000呢個位置就減倉或者反手去開淡倉啦，係咪？
如果我哋睇下從6月2號星期二到6月5號星期五，呢次嘅呢個回落已經跌近咩1000點噶啦，超過1000點嘅波幅，最高從26045到最低嘅啦，24928係咪？已經有1000點嘅波幅，亦即話全面升嘅時候1200點嘅一個波幅，跌嘅時候呢1000點波幅，加埋一齊已經超過2000點啦。亦即話如果我哋做期指呢轉升嘅時候，你去做好倉1200點然之後跌嘅時候呢，你做淡倉1000點，差唔多有2000點一個波幅已經係非常唔錯啦咁我哋有一個新嘅會員基本上就係喺呢個位置係咪啱加入嚟俾咗個年費一再轉淡倉就已經賺翻佢嘅1年嘅學費啦所以投資賺錢一定係要做到贏在先知先知先覺食肉，後知後覺飲汁，不知不覺埋單。如果你想去加入我哋呢個期指廣播體驗一下嘅話呢，亦可以喺評論區回復呢個88只需要88刀呢就可以加入體驗1個月嘅時間88美金1個月。好啦，我再睇下關於我哋整個港股下周嘅操作思路我哋先嚟回顧一下喺上周我哋講到嘅內容上周呢，陳 Sir 喺上周嘅周五我哋俾咗一個呢個6月嘅行情展望係咪？覺得6月係機會定係風險當時呢，我哋亦提示咗日線級別嘅一個操作思路當時我哋通過呢個缺口嘅阻力，我當時講到佢個向下缺口呢，呢度有3個1、2、3係咪？當時講到，如果股價能夠突破呢3個缺口呢個阻力，短線有機會反彈但你要睇下全面呢個阻力會唔會突破我哋整個恒指實際上咧就係咩突破咗呢個3個缺口之後，然之後開始加速向上嘅而且亦突破咗2號嘅缺口，但係咧佢喺全面呢個缺口呢度有個缺口比較闊嘅喺呢個缺口附近大概2/3呢個位置就係26000點呢個位置突破唔到啦，然之後再開始回落嘅所以全面呢個反彈你其實係基本上可以揸得住嘅。你睇到我哋上周嘅影片係咪？你係即使喺呢個位置去買入係咪？呢個上升都有幾百點啦咁然之後呢，佢喺呢個位置跌穿開始咩加速回落跌穿咗呢個2號缺口嘅一個支持，然之後開始加速回落嘅。咁依家呢，亦再次把全面呢個3個缺口再跌穿啦，所以呢依家整個行情屬於比較弱勢震盪。所以我哋整個6月嘅行情相對嚟講都係咩屬於震盪分化嘅走勢咁如果再通過我哋嘅頂底先珠睇到，睇下冇全面呢度跌穿呢個指數線由紫變黃色之後，就已經入咗呢個中期嘅下跌調整階段所以呢度只係個反彈但佢冇轉勢嘅，所以呢度咧我講啦，呢個趨勢帶附近就係咩佢重要嘅阻力，咁碰到嘅收陰就會繼續回落。咁目前咧，依金資金就係流出嘅呢度只有個試單係咪試單測試上面嘅阻力，說明呢個阻力係比較大嘅，睇冇碰到佢就回落翻嚟啦所以呢個阻力比較大。所以目前咧短線仲未有調整到位未有調整到位，因為資金仲係流出嘅亦趨勢亦未改變，所以6月份我哋特別注意咁再睇佢嘅周線。我睇上期節目亦俾咗呢個周線嘅策略中期嘅。咁當時我講到整個恒指從24年到依家我哋把佢畫嘅趨勢線，咁睇到整個恒指嘅大嘅方向其實最近呢個從24年到依家整個大嘅方向冇改變嘅，睇到冇？整個大嘅趨勢每次回踩到呢條趨勢線，我哋把佢叫做生命線中長期嘅生命線係咪？每次回踩只要能夠止跌冇跌穿嘅話，係咪？基本上就係機會。咁即使呢度跌穿啦，但咧好快就咩收翻去，所以呢啲叫做不破不立咁不過呢啲位置都係咩最低價跌穿，收市價冇跌穿嘅，所以整個條趨勢線都係有效支撐咁依家咧再次回踩到呢個位置啦
咁佢守唔守得住就睇呢一兩周啦啊。如果能夠守得住，咁佢有機會咩啊？繼續反彈。如果守唔住，咁大嘅方向，最少係咩？中期嘅方向可能咩啊？要繼續咩啊？下跌調整啊。所以我哋要密切關注呢條生命線佢嘅一個方向嘅指引啊。咁如果從我哋嘅頂底先珠去睇啊，又係從前面呢個位置跌穿之後變成黃色下降趨勢線到依家一直冇改變嘅啊。所以趨勢中短期嘅趨勢都係下跌趨勢。咁你關鍵就睇咩咧？就睇呢條啊，我哋嘅九指離火帶啊，呢條趨勢帶，呢條紅色嘅趨勢帶可唔可以守得住？啊，咁我哋前面講啦，首先睇咩咧？24,000啊，首先睇24,200點附近啊，呢個係佢上緣呢個位置，可唔守得住啊？如果跌穿呢個咧，就睇咩？下緣啦，啊，下緣呢個位置，所以呢。我哋6月份最重要嘅咧就係睇呢條趨勢帶守唔守得住啊！比之前啲位置係咪？每次回到呢度都冇穿係咪？就係機會啦啊！睇冇？所以5窮6絕7翻身就睇呢個位置可唔守得住啦啊！所以6月份係注定比較震盪、比較分化嘅啊！所以我哋一定要咩啊？有比較一個好嘅應對策略啊！所以6月。震盪分化嚴重，我哋最關鍵咧就係選擇合適嘅策略啊。咁如何選擇呢？我哋會喺6月份有我哋嘅智貨園周年慶典啊，周年慶典，我哋有呢個游資博弈操盤術啊。咁點解會講到呢個游資博弈呢？咁游資我哋知道啊，游資嘅特徵就係快、狠、準啊，而且佢係偏短線為主嘅，所以佢比較適合於我哋。呢6月呢種行情啊，所以我哋會喺聽晚就係第一講啊，6月6號周六晚嘅8點直播啦啊，會講到我哋呢個游資博弈操盤術嘅第一課，係講到游資博弈嘅底層認知啊，我哋會詳細講解呢3個方面嘅內容啊，一個係下半年嘅走勢，一個係游資嘅一個全景和佢嘅市場嘅角色，仲有牛熊市嘅操作嘅策略啊。咁如果你想去報名嘅話咧，喺我哋呢條影片嘅下方有呢個評論區，喺評論區呢度咧回復嘅6就得啦啊，回復嘅6。然之後咧，再喺我哋嘅置頂鏈接呢度揾到我哋聯繫方式，有呢個 Telegram 啦，有呢個 WhatsApp 啊，點擊呢個 link 咧，入去就可以揾我哋嘅助手去報名啊。呢個係免費報名嘅啊。所有診時嘅粉絲都可以免費報名參加啊！一般咧，我哋呢啲課程咧都係收費嘅。由於6月份係我哋嘅周年慶典，所以咧係免費啊，俾大家一個福利啊，俾我哋嘅粉絲朋友一個福利，都係免費參加啊！所以如果想參加咧，只要回復個6，然之後聯繫我哋嘅助手去獲取呢個直播拉就可以啦啊！好啦，再講關於美股嘅方面啊。咁美股咧，我哋同樣喺上周亦俾咗一個關鍵嘅防守位，就係26,504，亦即係全面呢個缺口啊。咁依家咧，我哋嘅納指日線已經回調啦啊，回調，依家係啱啱踩到呢個附近，所以美股到底係一個短期嘅回調呢，定係話有可能咩啊？有一個大嘅回落，就睇呢個位置可唔守得住。如果跌穿26,504呢個重要嘅防守位，咁短線就會繼續加速下跌調整啊。所以咧，我哋要密切關注呢個防守位，呢個係日線級別嘅。咁通過我哋嘅頂底先知睇得非常清楚，目前我哋嘅頂底先知咧已經跌穿變成黃色，聽到冇？已經變黃色啦，而且資金已經連續2天係流出嘅，所以短線係要調一調噶啦。咁大家咧密切要關注，所以大家最好做好咩啊？一個防守啊，做好減持啊。如果你嘅個股係咪升得比較多啦啊，亦出現咗呢啲資金流出嘅風險信號啦，做好減持啊，做減持。就睇個即係短線調或者係中期調嘅問題。如果短期調可能咩啊，1-2周係咪？中期調就3周以上啊，所以密切關注。咁如果我再睇周線，咁呢個係納指嘅周線啊，呢個周線圖。先睇周線前面呢度睇冇？呢個有一個缺口係咪？咁股價喺度橫之後跌穿加速下跌啊，呢度就最少咩啊？3周以上係咪？然之後呢度再
上升啊，已經連續2、4、6、8、9連陽之後，今週已經收陰啦。並且呢，佢喺呢個位置亦有個缺口亦係26504和日線嘅係一樣嘅，所以周線嘅防守位亦係呢個位置啊，26504。所以如果周線跌穿，亦有可能咩啊？會繼續加速下跌調整啊，因為佢畢竟已經升得比較多啦啊，調一調係比較正常啊，所以你嘅個股方面就做好一個風險防範嘅準備啊。咁再睇周線我哋嘅頂底先知啊，喺今週亦出咗咩啊？九轉嘅變盤啊，咁之前喺呢個位置出咗底部嘅九轉，然之後見底就係咩啊？轉升嘅。咁依家高位出去九轉啦啊，所以九轉嘅高低位比較關鍵，高位突破繼續升，低位跌穿繼續調啊。所以咧密切關注下啊，但係我哋睇到佢資金目前咧仲係比較多嘅啊，所以佢可能會維持呢啲前面咩啊？到咗九轉之後喺高位震盪啊，到咗呢個轉勢之後喺度高位咩啊？震盪一段時間啊再跌，所以唔會即係就咩啊大跌啊，所以咧可能會喺高位咩震盪，所以無論佢係震盪又好或者大跌都好，6月份注定係咩啊？係比較震盪比較波動嘅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踏準節奏啊！你嘅策略非常重要，就唔可以再之前咁樣係咪？之前呢啲行情比較強勢嘅時候，你就做中長期一直揸住嘅問題。但係咧6月份一定係咩啊？比較震盪嘅啊，所以比較適合短線為主啊。咁睇呢度未有俾拉嘅咧，先俾個拉，要去 share 俾朋友咧一齊學習啊。咁再講下我哋最強嘅板塊和最強嘅牛股啊。咁從24年到依家，其實啊最好嘅板塊就係咩啊？就係和 AI 有關噶啦，係咪 ？AI 有關啊。咁 AI 裏面咧，呢個5G啊，比如呢個係港股嘅5G或者呢個光通訊啊、5G 呢啲概念嘅股票都係非常強勢嘅啊。咁睇到，比如呢個5G 概念係咪？5G 概念呢個叫月線圖啊，月線睇下，從呢個位置啊見底之後啊一直升，基本上從咩啊？呢個係差唔多24年左右噶啦啊，呢個底部一直升到依家，升咗幾年嘅時間啊，所以5G啊比較強勢啊，咁我哋如果從5G 呢個板塊裏面去揾到裏面嘅個股嘅話咧，咁你如果能夠踏準呢個節奏係咪？你揾對咗板塊，再揾到呢個板塊裏面嘅龍頭嘅個股，咁你嘅賺錢咧，呢個幅度係非常之驚人嘅啊！咁你可以睇下呢個係1300進資集團啊，咁佢咧就係做資訊科技啊和呢個5G 概念嘅啊，咁但係呢個股票，咁佢從25年嘅年底啊，到26年依家大概就半年嘅時間，呢個股票啊，從呢個位置係咪資金入嚟之後，一直升到依家啊，依家到咗9轉啦啊，呢個股票已經升咗幾多啊？13倍啊，差唔多14倍，睇下冇啊？1378%啊，呢個嘅升幅，所以升咗差唔多接近14倍，呢個股票啊非常之驚人啊，非常驚人。我唔係話叫大家依家去買啊，依家到咗9轉高位啦，肯定唔係叫你買，我真係話俾大家知啊，如何去揾到真正好嘅板塊、好嘅個股啊，一定係要從最熱門嘅板塊啊，依家就最熱門就咩 AI 係咪 ？AI 裏面再去揾到佢真正嘅咩啊領升嘅個股，咁樣先能夠賺到咩啊比較好嘅一個收益啊。唔係叫你依家去買呢啲股票啊，呢啲股票升得高啦，唔可以買嘅啊，唔可以再追高啦啊！我就話俾大家知呢個底層嘅邏輯啊。咁再比如做一個就係6869長飛光纖，同樣呢個股票啊，從24年嘅9月見底啊，到依家差唔多2年幾嘅時間啦啊，升咗幾多啊？32倍啊，升咗32倍啊！非常非常驚人啊！呢個股票睇冇？咁呢個股票咧，喺佢啱升嘅時候，我喺我哋嘅 YouTube 啊，曾經跟蹤咗比較長時間啊，應該有1-2個月啊。咁升到好高啦，我就唔再跟蹤啦啊。所以如果你當時喺我哋嘅 YouTube 有跟住我哋嘅陳 Sir 嘅咩個 YouTube 嘅話，你當時喺呢個底部其實都可以買到嘅啊。咁陳 Sir 喺25年嘅11月份啊。我亦喺我哋嘅行情廣播咧，亦提示過呢個股票，係話佢有機會啊，大家去跟蹤係咪？啊，去關注啊。咁25年嘅11月喺邊個位置咧？
啱好就係呢個底啊，啱好就係呢一次嘅最底部呢個位置啊，就呢個位置啦。咁如果係我哋嘅會員係咪？你基本上就可以抽喺呢個位置啊，呢個位置買入呢個位置啊，然之後一直揸到依家係咪？啊，非常之強嘅一個收益啦啊！呢個係我哋港股可以話咧係呢2年裏面啊最強最牛嘅一個股票啊，長飛光纖。咁再睇下美股同樣啊，美股咧又係美股呢個就係半導體又係 AI 嘅啦，係咪？費城半導體睇到冇？呢個板塊又非常強啊！從呢個位置資金開始流入之後，一直係咩啊？一直係爆升嘅啊，一直爆升。咁你同樣從呢個板塊裏面再揾到佢嘅龍頭嘅個股就非常簡單啦。所以首先要揾對板塊啊，再揾到個股。比如睇呢個係 AUHR 啊，咁呢個係美股嘅。咁佢從去年嘅7月到依家，又差唔多半年嘅時間，係咪？呢個股票又係從呢個位置資金大單流入之後，一直咩啊？一直升到依家，升咗啦8倍啊，8倍。雖然講冇我哋港股呢個長飛光纖32倍咁犀利，係咪？但係8倍又係非常唔錯啦啊！同樣再睇啊，仲有一個係呢個美光啊，咁美光我相信大家只要關注美股嘅都知道呢個股票係咪？佢最近又升得非常強勢啊！咁美光科技呢個股票呢，呢個佢預算啊，睇下從呢個位置開始啊，資金大單開始買之後，一直升啊，升到依家到咗9轉嘅13啦啊，所以依家已經到咗相對高位啦啊，大家就唔好去再高追啦啊！咁呢個股票其實我哋喺我哋嘅美股嘅行情廣播喺8月份啊，我哋單獨去提過呢個票啊，8月12號美光科技啊，講到呢個票已經有機會啊。咁8月係咩位置呢？就呢個位置，雖然唔係喺最低買嘅啊，但係咧又喺呢個底部爆升之前嘅啟動位置買入啊，睇冇？呢個位置就係8月份啊，8月份。咁買之後，後面就連續爆升啊，連續爆升，非常強勢啊！中間呢度雖然講調咗下，但係咧有冇跌穿我哋呢個指數嗰時啊？有冇跌穿啊？並且呢個9轉高位係咪升穿啦？繼續爆升，依家到咗9.13啦啊！所以如果你能夠揸得住呢個票，又有幾多啊？9倍嘅收益，接近10倍啊，9到10倍嘅收益啊！呢個美光非常強勢啊！所以我哋最重要嘅係咩咧？就係你能夠去揾到一個真正嘅咩啊？領升嘅板塊啊，咁如何捕捉下一個領升嘅板塊呢？啊，咁我首先回顧下陳 Sir 喺24年啊到依家俾大家個講到嘅一啲內容，我哋回顧下啊。咁喺24年，亦即係2年前嘅時候啊，咁陳 Sir 就喺 YouTube 公開提示啊，你呢條片你哋可以喺 YouTube 去揾得到嘅啊。我哋講到2024港股大時代牛市嘅3部曲。啊！我哋講到港股有可能會迎嚟咩啊？大牛市啊！咁當時從24年之前呢個整個港股係非常之差嘅，基本上咩啊？大家對港股係冇晒信心啊！講到港股都咩啊？都係嘆氣嘅係咪啊？但係咧，陳 Sir 喺呢個情況下就提示我哋嘅港股會迎嚟咩啊？大牛市啊！並且亦俾咗咩啊？講到24年係港股大時代1.0嘅時候，亦即係牛市1.0嘅時候啊！咁呢條片咧，會員應該都睇過啊，你自己可以重溫翻啊。呢個係上集係可以公開睇到嘅啊，喺 YouTube 公開嘅啊，全集咧我哋嘅會員係睇得到嘅啊。呢個係24年嘅啊，咁喺25年我哋嘅內部嘅課程啊，亦提示到啊，2025年啊喺呢個係24年12月28號嘅課件啊，呢個係當時我哋嘅課件，聽冇？包括影片係咪？呢個係當天晚上嘅影片啊，呢啲我哋都有呢個檔案一個流傳嘅啊。咁當時我哋嘅主題就叫做迎接牛市2.0時代啊。咁喺當時24年嘅年底嘅時候，我哋講到25年就係港股牛市2.0時代啊。24年嘅年初就係1.0啊，25年嘅年初就係2.0。我哋非常之明確係咪提示到？咁我哋呢個係當時我哋嘅影片，我哋嘅 PPT 一個截圖啊。當時啱到呢個位置啊，啱到呢個位置睇冇啊？因為佢打到咗我哋呢個紫色持股線呢個月線圖啊，止跌收陽
年初嘅時候咧，所以我講到呢個就係牛市2.0呢個位置係牛市1.0係咪？有資金大單嚟回踩就係2.0所以我非常明確提示到所以當時你有睇到呢條片嘅會員如果你能捉住呢個機會係咪？整個25年嘅牛市又捉住噶啦咁喺25年嘅2月份春節回嚟之後，我又開咗條片，又開咗個直播拉講到 AI 投資新時代咁當時呢啲就係我哋嘅主題我哋重點就講緊咩？就係 AI 喺25年嘅2月年初嘅時候講到呢個 AI 咁當時喺呢個裏面我哋特別強調咗咩咧？科技板塊係我哋最重要嘅一個板塊大家密切關注呢個板塊係咪？當時講到一個係半導體AI 應用互聯網嘅龍頭係咪？呢啲叫大家去密切關注咁消費作為一個咩呢個防禦嘅板塊咁半導體當時係我哋特別強調到嘅睇冇當時我哋講到呢個春節行情係咪？機會要嚟啦所以如果你當時喺25年能夠聽咗我哋呢啲內部課程，咁基本上從24年嘅牛市1.0到25年嘅牛市2.0，你完全係咩可以捉得住嘅所以呢啲課程都係我哋內部課程，所以依家咧又到咗非常關鍵嘅時候啦，所以陳石跟大家講嘅係游資博弈操盤術呢係我哋嘅26年6月份周年慶典嘅直播拉我哋會到時會講到呢4個內容所以如果你對呢個課程感興趣，喺評論區回復數字6，然之後聯繫助手去獲取呢個直播拉就可以啦呢個係完全免費嘅所有嘅陳石粉絲都可以報名參加好啦，睇到呢度大家覺得有幫助咧，先俾個拉，亦可以點讚，亦可以分享俾朋友咁更多嘅內容咧，我哋會喺聽晚周六晚嘅8點跟大家作深入講解好啦，我哋下回再會，多謝收睇。